长篇评弹《玉蜻蜓》第20回，恩杰父子之2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盛放的浪上最上的，取得个父子团那容易相聚么？带还两定恩杰父子，而且你来得小人个拉拉的。来了你还呼吸，这浪向想帮牙跳跳，什么压力可干？对自家当是自家该的事，不翻身。罗里想得到一个东家孙平清三亚分析，上港遇到与李东武相聚，进京旁队牙小都不理想。这还手台在于，我宫里向名字在卡头，那个来么到底牙还是做主，不知该中的认得，经里向就该够他们现在立的功，放弃刚行儿子，经历天家一月现在荣归外乡，可是为父。实际大的故事，浩浩荡荡的，但还荣归出境。自家把手手磨与磨手，夹子与夹子的手，离不得还有手。不过你他要报，咱们金枪马路，咱们磨把地上。我会在金家里实际大的故事，但还得上去的。还有摩的上向激动人行情行，上次因为是他们的口子，今朝为两营兵打得动，放炮起当的这种。不如上像个来龙会的摩的上嘛，今朝摩的上有20名夫子，那让这里相帮打来。国号挑北本无故有9级么的还生兵进在不及。因为李上人之刚行后了，该打刚速客气，邻邦之手统统不及么？关这个被鼓掌都听人哈。不晓得个被本无故有一定人啊，但谁要怕怕你，他要一出人。沙皮们来怕孙兵去磨皮送礼物的，孙兵去2万水运多，多少人回来才是民脂民膏，统统来抬出去。那么别个股怕磨皮第2期是的，但还有一个股的还要怕磨皮。这个股嘛，总归再要起磨嘛，不能起磨。现在我们那个一股，这还厉害要怕孙兵去磨皮。这怕磨皮嘛，到底还要扣的，怕都让怕不了。至少嘛，总还要紧一点点。比如要怕我个磨皮皮高了我说，不能让怕。我总要进入不必，我想一大袋子，我们来大后灯笼上。那个头名一股嘛，怕行恶磨皮来拿怕的吧？你也有空不做着了。哎呀，一个人要怕磨皮有的一个想法的。你想行恶的人今在那里上去要带过牙体，要够牙的。这客岗的干部才是我怕。我来观察今朝客岗的人波及的。该人1大么2大，该人2大么做4大，个行为你都去计算。那还我在别让户客岗马马虎虎富裕的，该那个客岗能够马里，本是一股关着，一股怕个磨皮。再个留下来要弄生补，实拍不是拿不里想出来，客岗看的生补嘛，只有你想不出。据说里还有个当米的，不比有2个差3个高户。我说来啊！今天打进哪一个班上？我本来要进这龙脊班了。陆红旗呢？不老李吧？叫陆红旗。是啊，我叫龙脊啊。龙脊嘛，就是顺方的老娘搞的，还真这是吃浪花带水嘛的。不如你摩对浪也去，大兵嘛不能够去。两高的他得了屋里龙家。龙家。
哦，哎，啥的？啥天那呢？现在练不来了。抢得来发呆手嘛？哦，有了浪发病在，一过海南去啊？海我去啊？哎，有事体啊？有事体么？在海里上门里来讲喝。是的，吃李总归来要问。小调早讲，我30天从两分回了。这个领导当机会，我来总归是留着问。啥事体哦？企业大报总归怨我混。哎，知道民不真正机遇，这俺一点点事体嘛，白也白一道。这样。对。来了，到现在俺们来旁边一过，打进来一口么过熟了啦。过马不这样过，他妈旅馆要么你调动的，这个龙脊上上的，东垃圾龙脊口头，还放配二龙车的，这个龙脊去哪口头？今天大金是你的班上没成，我听你说你是何的吧？你分开你别说。今天新安大人的官船在此过夜，你少听听，大金格外当心，不要有了专仓子偷到了大人的东西，我老一个纱帽保不了。那要你放心，你定说嘛，我来保。放屁！我老一个纱帽要你保。不必要我把么到中了高斧头，讲话为什么这个样子？有毛病，有病你怎么打听？那么该搞要么害你自己带走，是吧？害你自己带走，放屁！说的，我老爷没有儿子，你倒好有儿子。你老你这个特马门子，你自己要有了啦。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儿子叫陆方有友，倒像个外国人啊！哎，我不管6方有缘7方有缘，少听听打听，各位当心，退堂。往底下一进，也听听课。那种个补习地嘛还是哇？课干哪补习？我们你回家补习过？既说你个课干课做了，总归比这个地火。我们你让去放毛屁啊！总归对多。哎，那还今朝补习的来看到3路出来。这个来了专门16、3路，这个补习的都看到过没还是哇？哎，真正机遇这么好。哎，去啊！姥姥回到屋里向，这样儿子个话题，还有上娘里去带的，等等不走不得劲的，叫他让外头放叶子了，把小奴当相当的，龙鸡么了浪灯。哎，那了浪灯什么放浪来着？几个浪空带动，会了啊，吹来。看，绝不讲辛苦意，难得有精神力，我身放个鼻子。不了来，他又往我吃不通，该运气的东娘娘死背，他被他我的本我10几两银子放我玉门带去了，不知哪无理由都等到上去背着我弄得是上去了。我想人家中国内功2年里上边进西了，运气的把他给那个夫子的那龙脊弄我举下来，我不知道办法的2年到底恩杰夫子，现在日里帮里天是，腰里帮里看。唉，那这样一个跟斗的在子与你有理，总归不费心。那到有往几个龙天上，我心房哪为他吃的哟？一个阿爸掉天地良心啊，说的欢喜是对当我俩亲生儿子的啊，哎，做自己今年积累的啊，哎呦，辰光不值，让我追了了嘛，身房家里大进不出来，追在堂边上一口嘛，咦？顶海10几只的故事，前2日听阿爸讲起些，说有一个新安洞人要龙沟给他带过一样，大概来个什么？哎呀，媳妇啊，来每一个人要忙，你该打起活人了，而且不是1日1日，忙是几日天，做官么事业做得到，怎么海外？那我也想让你3要不是我了让难想。立个电话问也没法做过，做到我们起码从进入的人也不会这么给。那么3要做是进入，少人家家长我身方受说。那现在是该伙子点背这个都说，哎，想你做啥哦，走去吧。
眼可见你们回答我的。必对忙着蒙过了一个，两只水洞已经飞出来，杀出水里够不到位哇！半夜分口就摇起几声，一大路了拉黑进来。阿爸，阿爸！哦哟，侬啊！哎，阿爸，哼，走来着。今日是走着吧，阿爸？你今朝哪走的能个爱讲啊？阿爸，那今朝有的王太太生日呀，今日子让做吃补。哦哟哟，也是好的，我忘记了王太太生日啊。哎。哎呀，分我起等你包包子一个噻。哦。哎。这是蛮好吧？哎，阿爸，那王太太不我个迎风了，你放下去吧。王太太不来个。哎。那个不我说听。咦，多少问？放到你身边忙点第一个爱个吃吃。吃都吃个吃板子头里面孩子，我不要毛说个第一个爱个人。你包孩子。真好，3一点高一点。来帮些中药费用个。你用孩子我。等你再让水起来啊。你用孩子阿爸。你把那个上天我药屋里。啊。就说老个银子的把那药屋里，搿副药屋不大是专门扛银子，搿本地个什么随便让猜不出搿里向有银子啦，顶顶欧一，俺包下了。包下在，阿爸。可以，你欢喜吃随便干法，那黄豆子来吃吧，吃得来饿个了。我发，那个花团能多久？我他不饿呀。今朝分我那些中药抢得来，带血毛病发作。哦。主要是黄豆子、白豆子也不来，来包了台上了。我打不对还一个啊。哎，因为该打个上泥布啊，实在都不够。哦，来种。上泥布，来不能讲个。晓得的，已经包还不弄到不对还一，来种不得真喽。阿爸。我有说你是刚当事体不难听的。刚才我最过来去个港务边上看见，停止不下故事。就是那是个新活动人打开来的噻。通光来一个人要忙你几回？是呀。一股喊我去。喊你去啊？今朝我看讲班上他还喊我巴结的。哦。想都是讲说巴结不来，今朝哪巴结你？阿爸，你今朝不能去个？该讲要么东西这样做，喊个提供去带走。阿爸说几年？喊提供来是讲你个农田眼里才有血丝的，喊提供要种的天不人搞谁做？是为啥会？怎么难呢？阿爸人啊，没麻烦能去的，中年之去行业要听。说得出个来，那日里天是要你看讲那个身体贴住的。难得要补付眼睛的。也是个不用对很重要，像那个点年纪的辰光，才不领本该。过去抢都是这样抢的，吃两东西还提供的。我去还的呀，阿爸。你不要去的？我去。那么是讲上半要难看嘛，下半要重要来提干哈。好，管，没管。好是啊。那么既然你要去嘛，你去烧烤泡粥，吃点身上和暖热点捂衣裳，你还去噻？阿爸，我要不要吃菠萝噻？哦。还刚才我老王太太说，吃个水米，吃只2碗得了，半得来。几碗啊？2碗。2碗得了。哎。是呀，侬不好。啥了？吃不人讲一吃2碗。咦。自家东西嘛，做人讲，吃碗子可能不够手讲。2碗做不多呀，做不多2碗哎。那么是讲你身上想做得暖热点。啊。这个2个投资们我话也吃的，你包了身边啊，你看那烧肉，它是半夜里肚里我们拿出来点点鸡，烧肉啊，哎，吃起来拿出来还热咚咚，而且不会到红点头。阿爸们也来，那么我就回答，身防无恙的，少里外无恙的事。还有你没看去，天是上的，开缸与开缸不着，实在没压力也多少天。头上带一顶凉的冰激凌，啥个凉的冰激凌？实在没你头上顶走里子铺的，那么我铺个一般地毯，喊个绿了啦。老师带上去直接都得铺个，还是铺个地毯铺被喊个绿了啦。2杯拼起来，到了头上吃真好。这凉的走里子冰激凌，叫凉的冰激凌，身上下。这米铺得了不离气，米子不么咖喱粉，再搞个米花菜。那么那年外头这就听不多噻，这个一来我们叫100出，一家都人哦。我跟菜人一斤米花菜不会多嘞，我是要铺米口，这两箱刚嘛很好，
气在大了里，讲了海。实在上年，江无底，海无边，一双好字了，500边。到了2个脚在头，上马500底，一个不当心今年还落在洞堂上了这个。那么那个口角过忙着马桶锅里一身压力还牛一点。财务司的阿爸，我一让我孩子投资挂了身边。哎，什么？我晓得。干嘛阿爸？我要兜进去的。没得过。那。重要听见别人讲老师啊，这还上句让湖南也是客家的上流子。阿爸，这样子是文。那么重要是那个上流讲的分听几些。今这个来两句重要听听看。不，你别听个还是有文个还是有。福风福气郎中雨地的这个人。不离弃你阿爸。对，靠近来看你。阿妈不来了，你来干了我谁干难过西去。看你。那么真的这样，回来要么你17年代了，恐怖之门的到30斤。说现在来听出语来，你来。不来这个呀爸。看你。干嘛不来不要紧我看嘛？我终于是西去。哎，中央洗耳恭听。快去！身旁眼睛我帮忙针对真理他们的看看。干嘛帮我来着？我们那妹妹讲啊，让我手艺都起来了。这个上游刚的分听这些，几十年的客家上游刚的工资，稍微受得起点，没来这2根竹树，我也比资历打个冷清好的。来。少听这个呀，阿爸。我们身旁看。我们身旁水高子里走我了。这2只大本人一样，中国的2个，厉害了啥么？有些海地飞，水海的上一起。阿不来的。来。来不如我们的日历是把武器，我让你啊。阿爸，谢。我有的的。不能给。你哪有嘟噜噜个叫呀？我想出来的呀，这海地飞。这个重要几十年考来，这个不噜的不会考。你会改。这个样子啊？前2年干干。是的，这个重要还要来不噜噜来。阿爸不要累。哦，有的。干嘛爸？终于是起的。当心点啊！不能困啊！身旁眼睛门子通通都是八龙灯笼戴在天上，灯笼里向蜡烛，彩跟黄2根么一样的差不多。门子通通40人打出来，我说开门，大上忙着给他堂屋边上来，带着3里的，是身旁上带上的，门子忙着地上一方面可是红光色，不起干，哎。这看见个米锅头上向街上上灯，黑灯、短灯、小灯，哪怕侪是颜色的。这看见南当中一只锅头顶头，从透视机飘了飘，天花，加上去大人个只手手就是个只顶头。身旁单点些努力，看见锅头上好看，来了该到湖泊边。但是骨头上是牙齿贴了浪口，内浪口不但还队场里就一个上头忙一圈。啥人身军情身不比上百里，他要叫木工。这个朋友讲得出是，有点讲，现在个老讲不得了子，眼睛脖子长着，新后头人身不比个你他要为了子，谁要怕李莫皮？第二点后人的后他要建立老兄那个时候，他海地里，所以木工才来看我来皇帝不去，哎呀叫我娘舅的了。一看一个朋友在自己忙嘛，你马扎皮扎，身上像高胡子的，这种油锅不拉的身上，表示哪种高胡子？但是，你都有我的王八蛋，昏了天黑了地。瞎了眼的东西，大人的观看你配看吗？王八蛋！这可以不爱的了。用不着不生气。我看你这个人呐，生的一点点呐，一定不是个好人。我一点点背不是汉人，我这个山东帮你们背个汉人。王八蛋，我看你这个人呐，像一个装仓者，要想偷大人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这还是一盘哦，神了，神呢有事呢，
吃啊！我家地分推那啥个么子？王八蛋！用不到穷凶就得给，哎的，你倒要别这个，给眼口人的，哎的，身上太白的喂。哦哟，可来是讲我还是个当差的。什么？你也是当差的？是啊。哎，当差的台不离太光，干胡子。哎，王八蛋！啊。你当什么差呢？我啊，我真正都动年来自然我来，反正我正好不来了。大汉。哎，王八蛋，你当什么差呢？我吧，钢夫。什么？钢夫。钢夫？哎。不对。哪不对？哎，你不对，你不对。你哪不对呢？我们大人他不上岸。哎。大人上岸要用钢夫，不起岸就用不着钢夫。况且钢夫要两个人好钢，你一个人不能钢，你只能够挑。王八蛋，你是个挑夫。哎呦，你让说啥个名堂哦？这个天子，钢夫呀。什么钢夫啊？钢夫不懂呢。钢夫嘛就是吃狗子腰饭。你都玩不到是眼睛子啊。玩不到猪眼睛。哎，小戏子啊。死还有大事小事。所以小戏都习惯。哦。大戏子了一家气质性子。小戏子在民间再让人性格。王八蛋，睡觉。哎，你家小戏个，都小戏子啊。那么我哩哩啵哩哩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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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吧，钢夫。哎呀，王八蛋，钢夫。你是大金的金夫。哎，钢夫。金夫。钢夫啊。金夫。这金夫嘛都一样，可以用不着个穷就少听，你这个金夫嘛就是钢夫一样的，用不着。讲话这个样。你哪里人？苏州人。啊？苏州人。苏州人。哎。你倒看不出啊。哪来？哎，大人苏州人，你的这个小人倒也是苏州人啊。你这个东西这样是不懂你一个人来。金夫啊。我问你，此地什么地名？给到上去。到苏州还有多少路啊？2站路。哪里2站？你那过去在湖山了，湖山过去就是苏州。哎，我问你。啊。我二太爷吃一饭要到苏州去。哦，你这样没。我想在此地常州买箱土财到苏州去送人。哦。金夫啊。啊。此地常州有好的土财买吗？哦，你要到咱苏州去送人。对。要买点土财。鱼馆。上州鱼馆。出名的鳖鸡。什么？鳖鸡。咸鸡。好吃。这一鸡呢都想出鸡呢。鳖鸡呀。边鸡。哎。什么边鸡？哎呦，我鳖鸡还不懂。鳖鸡嘛就是这个女人高。再让起来嘛，和对方才捧个来。那么在死对子了。那么死对嘛从细个嘛，没死，那么对那个对方嘛通一通。那么那个种忙个嘛叫鳖鸡呢，鳖对个，鳖子嘛对比的像那种啃了在外头鳖它个拼上个鳖鸡。边鸡。哎，这个富人家的东西我不要。哦，那边，那要啥呢？还有其他东西吗？尾鱼啊。尾鱼嘛上最出名的知味。什么？知。哎。什么叫知？什么知不懂的还吃的呀？知怎么样子的？知哪样子？知怎么样子的？意思让我娘，知哪样子的总归？我比来总也都不晓得来总归。哎呀，王八蛋，比来总我们是盲的嘛？什么样子的？样子嘛呢，2个你都没怎么会了会改。那么要杀子嘛，地特子嘛，帮了真正被人对嘛，小子嘛还吃改。咦！哎呀，王八蛋，知。哎，知再改。猪。哎，是往随这个装个这么子来。哎。不要。啊。不要。不要。还有吗？呵，你看要哪啥用的？到咱苏州去送人的。我到苏州去送人呢。那么你他要是那个东西，哪个你得讲？放屁！你等喷子！我这个人最聪明。聪明。那因为你在苏州去送朋友了，你不为了这么上嘴忙么子？哦。苏州随便找随便。哦。
收据突然火。对对，大地方。哎呀，那是要有动的。收据宇宙说阿梅要有毛吃的呀。哦，还有阿梅。收据嘛，上有天堂，下有死亡，出名突然火。对，有这句话。哎呀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哎，突然火呀。好，我收据去买。哎，那收据去嘛，你到要哪时候这样去去的？送来分期，该去还是第一大的，而且还分得。吃不起按那规定，像你一个种人个种突然火分期去，对的。我去过2回。你去过2次的啦？还不像？到底是大地方。还不像给？啥啥火这还不像？分期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是个呀，还个呀，啥啥火这还不像？哎呀，到底是个大地方。突然火啊，啥啥火顶还不像？一个是佩纳夫为忘记顶来知道。这个最好玩这个地方，这个。啥啥火顶还不像？城里有一个叫虎丘山。在这个城外有一个叫文庙馆，哎呦，真好玩。你看呀，你今日这里都补不上讲。什么关系？你问几些关？我去过2回。你老好说问。你看呀，有面过了省里的，哎呦，后去在了省外的，你问几些关？我2回。为了我收据人呀。哎呀，我忘记了。哦，你是收入人。哎呀，哪位？你问几些关？我没有去过，没去过。你看呀，哪来的收据去的哇？刚才收据就没来听听呐，真还不像嘞。你看呀，别讲你们来了这个树堆了，我们在了这个牛了。不是你刚讲我们语境不了了，你们听到了不是用。阿来呢？那那个米顶子里讲手指去讲了。你肯讲？肯管。我要听。那你来讲。我马上就来。来。当时你叽嘎一起，嚯，跳干我，代表可你身体亲身功夫好的人。顶子里向身体受定在地上一口没得分下水，副科干，帮了路了灯笼才有。好，你讲。你看呀，收据头上火。大地方。就是你刚中讲个后区噻。那别讲别上火，谁讲后区噻？这后区噻了，有18斤。什么？一个虎丘山就18斤啊！日本人称心呀？你讲18斤？那到1斤2斤啊？日本量18样斤次呀！斤次。还不讲说出来难听嘛，3人动，2三丁，3点动，这头上53处八股人，回记日，3人的。你让我听听这个我也不晓得你了。但是个他一样讲吃的不来听，那么敢听。所以这样呢，苏州人才这些的18斤，我晓得还有2斤，一共2斤，苏州人不晓得。还有2斤，苏州人都不晓得。我晓得。你晓得？对，后区在哪里？庙宇懂庙宇。我懂了，庙宇。庙宇懂，庙宇里像龙虎堂。那别上好才是18针。给他东西19针的。而且个真龙虎没奇怪。就说你觉得2张眼睛对你说来是苦了。我对他看。那个对我的那眼。这个名堂叫野驴路虎。叫摇头路汉。别想，苏州人别这个。围巾。后区三郎有时候他个叫后区他了。他们是有一批菜地。菜地上一直这个磨米也懂磨米。我这个人最聪明。我懂蚂蚁，我懂。磨米懂。磨米呢，就是为了当龙狗的。那么在天上面去啊，也龙雨。那龙雨天越落得动了，你都开得起劲。你忙从菜地上一个人，你都不让听海了。可磨米开得起劲。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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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磨米当日飞。叫蚂蚁打示范。哎呀，古怪。那这个你天海面去啊，雨都也喊。我晓得。什么不过莫三不离几句。你讲龙雨天听菜地上跟我去摆起来，那为啥人的啦？刚让你回去刚从吃了飞了，知道呀？那么在这个后区在这个地不香了。苏州你自己个不香，我也懂了。生意个我有好头个。好。这不同个。你讲。那么你都要来听啥子啊？我要听的。讲真个哩。
哪有想家家我是非开。什么叫称摇糕？咦，你比吃那个年糕，但你的葱泥切豆子块，烧干汤，吃这个干汤了，你年四季不会烟酥白桶，如果烟汤了，汤也干。叫称摇糕？哎，听不啊？那么这个糕吃完了怎么办？那么干都得搞毛地干。那买不到怎么样呢？做事，毛不到不吃吧？我这个腰又要酸了怎么办？你他呀，本人了。没办法，那你他要带不要紧？那为什么我不要紧？那我的门数还有个嘞。这门数蛮多，帮个多，我有啊。那种门数切豆子块，像门数汤吃一样的呀，吃下去咋汤一样的呀？那么而且你是多久年的生配线，吃干了，你家汤往蒸开。那你他要生配都不要。干汤不是门数汤往我们叫配配。哦，好，我有数。那就门数汤。好。那么要3个例子呢。身体了要3年。哎呦，那活动难忙得来，菜头才能帮忙。菜头上随便毛啥么子侪高2。身体。有个毛身体好，有个身体慢，没啥身体我去吃饭身体高。哎，放屁！那，你讲馊究竟是为什么骂人？父母呢？我们就是骂学呢。因为什么骂我惩贤无贵？我有让骂呢，我让刚起个到身体下去。这个乌龟叫成仙。我别搞2次。那么你为什么要那个？你为什么要那个呢？那个么是我大的要原本意思的了。没有意思。海话里的大头呀。那么为什么要那个呢？那是我大头呀。你手中有个种事体吧？不意思么来去帮你啥的？不会他3岁还不讲。这个那个没有意思。没意思呀，我也不骂呢，那说完我们那口阿东去了。好，我试试看。来试试看嘛。我跟你说，那阿东去，那个称贤无贵。你来呀。那个乌龟。你来呀。好，别。我不骂你呀。好。那么那5个例子呢？什么叫吃足五花汤？我们熬的了，鱼塘上火，龙里开五花生，这不得了。那么19年鱼塘是人干，叫他去扣五花了。吃起中国的还做来中国老一个，要弄得他自家来做的，他叫五花汤。听啊听，真切切，风儿中去挪向对山。我们山东也有。你看呀。你山东人啊？我山东。山东人，你他要来正姓啊？我姓马。在这读中山。放屁！我都穷过。你为什么又要骂人呢？我不骂你，我哪骂你？你为什么骂我大中山？你还是姓马嘞？我姓马。一匹马个马呀？一匹马的马。那么个这马还是读中山嘞？这匹马是大中山。我是个匹马呀。对，我是大中山。那个中山。那么也举个例子。举个中央也真个，口味也得生个气。那么关键的口味呢比较好别起，但5吃方。哪里？5吃方。别像山东人海里讲5吃方也吃。哪里？5吃方。厨房。我吃的这个。因为这里呢，味再咸。口起来再黑。苏州人有句老话呀，叫5厨房口味老等。那么也是。5厨房看会老等。对，特别对标噻。那么那两天来着呢？11月里的虎片，我是比上好不晓不讲的，苏州人我也不讲。这样我是这样不讲。哎呦。马的美句语言干，木工
些养干妹子上上三十万不讲。好。神人个你们那你花的多给。嗯。神人个你是么一公子？你是松子，你看呀？你都从我娘松子的。放屁！啊！我公这个东娘松子彻底不得。官山民事。哦，一样给。我们也是24。这个你松在东阳门子呢？哦。你都在东这还有给。什么？杭州大林大牛掰，每年他要去什么水滚蛋？哎！啊！你这个人讲话不规矩。哪个规矩？你讲搜救进去，你为什么又要骂人？他骂你哪一句？我骂你，我说我骂你。你为什么要我滚刀？滚蛋！我滚刀你什么好处？滚蛋又不是骂你了。滚刀还不是骂人？那我是怕你马屁呀。哦，滚刀是拍马屁。哎。那我死掉你还要好。那你不抗等吧？怕你马屁呀？你都在东年吃起来地方，来说我帮你升官发财呀。那么你搜救你不是那个死的。来说我帮你滚蛋，这个就是怕你马屁呀。哦，滚刀就是升官发财。哎，怕你马屁呀，这个是我们骂你。升官发财就叫滚刀。哎，对呀。你希望我到苏州去滚刀，就是去升官发财。哎，我帮你升官发财呀。金福啊，谢谢你啊。啊，别来得滚。靠你的福。啊，用不着滚。地方我一定要滚刀。哎，你滚蛋，滚蛋。我先滚刀。哎，你滚蛋。将来你也要滚刀。别，这是我别滚蛋。我们大家滚刀。你滚就滚蛋嘞。石牌滚刀我要靠起听，靠你讲的真好听。哎，你还听个？真好。记得呀。我刚这不晓得你听着呢，那我也慢慢的，你讲对帮我听听。我来讲那个山东京剧，你听。对，山东京剧我不要听，你啥还听？那你要问什么？那这个刚才那啷讲，还是你多动人苏州人的嘞？对呀，我们大人苏州。年纪轻了哇？少年英俊。该这样子为苏州哇？摇摇摆摆，永归回苏。哦，永归回苏。哎，你看要到动人心少。哎。哪了？大人的心里好不？没。哎，不能问。讲一上一分哎，我们还是讲苏州景致。告诉不晓得那个，那讲一上那个。哎。少听不能讲。那你都要哪种人呢？就是不坚定干的。跟我们有劲把他让讲苏州景致不难听，我现在连一个心也不肯讲，讲成俺俩讲。我讲的三是难为人，你当我讲几多话，我现在问你一句也不肯讲。不要讲。你讲一声。我跟你讲了以后，你外边不能想啊。不会想，我哪会去讲？我们大人苏州人，少年英俊，哎，吃一番摇摇摆摆，永归回苏。哎，我们大人信了。信啥？我看还是不要讲吧。哦，那个世界上这么一份眼光，我不想嘛。哦。外边不能想啊。不想。我们大人苏州人，少年英俊，吃一番摇摇摆摆，永归回苏。你晓得这个？我们大人信了。信啥？我们大人信神。哈。哎，你为什么？哎，你为什么一跳呢？啊？哦，王八蛋！你这样，我有个毛病改，有个毛病改。王八蛋，你有毛病，我被你耍出毛病来。你别好，你不好。顺方少去一天，因为历来差不多苏州身家里，这两个同人家，你在那都比，说来说去不如你个人家为山药，还做新活动。要不然你这样，我们你这样是一次，阿为都要你呀。叔叔不离弃我，你都明着叫不离弃，哪会做新活动人？要么来他带到酒家。这个父母不是俺同的，这个，我觉得一问名字就晓得是啥人搞的。你看呀，俺这同人姓盛。对。哎，你看呀，这同人叫啥个名字啊？王八蛋。哦，叫王八蛋。放你妈的屁！这个那是搞事的呀，叫啥？你看这同人弄是个王八蛋，不知道同人晓得为了的。大人的名字你配讲？这个姓的名嘛一来看啊。大人晓得不得了你，我不想好听。哎，那你当然哪种人是对不坚定？还是刚才我们来讲讲三家什么那个，老丫头老虎，我们当然翻了，现在来讲讲名字也不肯讲，哎来讲不来。寿命快了，听一经常去翻个那种，要晓得你让我也提的呀，不能讲。我不想孩子呀。不要讲。哎，你讲懂我一个人听啊。外边不能想啊。不想。大人苏州人，我晓得这个。娘东西在海里背呀，对上开的。
当中啊，你的差不多少年英俊，是一番摇摇摆摆，永不回去。再说起，我们大人姓沈，介绍，叫介绍，叫介绍，叫介绍。刚刚要叫出来，但还鼓足当下有人喊：“大哥，吃完饭的，还去要了。”而这个魔工来的偷知，我们亚外人家这个稍微矮点好点，听地吃亚外的还得智力外的不心路的，叫介绍，叫介绍，叫介绍啊！叫吃完饭就来，哎，你干呀？你干呀？来想塞出来，吐了你们来不及，李要紧得子手上，那么第二顺方心经，顺方可当是要举不相违。